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渭水，台语安尼写渭水，甲人泼脏水，互人负评，讲人的是非，所作所为，互人感觉恶心，都是甲人渭水。所以台语教典的举例讲，莫渭水别人，不要玷污他人。佮像讲，伊咧家己的顶饰铺塔巴结的迄种喙面，互人看到真渭水。渭水形容人就是猥琐、品性不端、叽叽喳喳，讲一寡无必要的代志。形容所在就是污秽、脏乱，无必要的物件囤上济，杂乱无章。像讲这客厅一寡用袂到的物件囤遐济，真渭水。台语教典的举例讲，渭水兼定地，又脏乱又占地方。渭水马赛讲单字字渭，迄个所在真渭。都是那个地方很脏乱，渭水会传染。新冠病毒这种的病是会危人的。这2-3年来，真侪人患着新冠肺炎。这个流行感冒的病毒真恶，这个班级若有一个学生患着，就会畏来畏去，畏规班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渭水实在真趣味。